后来过来这件是随机来攻击。新北市新庄的福寿街有一个女骑士顺向骑这个机车，所予逆向的一个过路人甲拍头壳。女骑士报警验伤，这警方已经锁定一个30至40岁男子，积极的追查。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就忽然打我。回想到被目对伤的情形，这个小姐讲，伊本身敢若是骑车要转去尔，一个查甫人莫名其妙甲懵。个人很不舒服，就头晕啊，我可能就人车倒地了，然后可能直接昏迷了，因为他那个力道非常的大。警方调监视器画面中会使看到，这个小姐买面了，骑车要离开，镜头无翕到所在是这个小姐和前查甫人拍着伤，拍人可能就是这个穿深青色外套的查甫人。我们一般来讲不会说对路人会有太高的警觉心。就是觉得说他骑他旁边过去应该没问题，就我不知道他忽然这样猫我一拳。伊就被害者讲法，讲伊骑车是顺向，这查甫人是正向行路，看到伊骑车过是着出手摸伊的头，伊自认为讲无违规，嘛无乌白二喇叭，却是互违规伫大路底行的过路人攻击。目前警方已经锁定一个查甫人，全力伫对战。